来看国内消息，一个24岁马来西亚籍生出来女大学生呢，昨暝警方发现讲死伫厝内，有一个30岁姓陈的查甫人有重大嫌疑。警方讲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昨下晡犯案了后，回去厝内嘛要自尽，家在府厝内人发现了后，送去病院救回一命。不过伊一个精神了后，伊讲伊杀一个人。依照警方调查，发现讲两人敢若熟识一礼拜，不过伊的犯案的动机爱搁调查。 为环境伫公寓大门口出入日，现场的气氛真沉重。因为一位24岁来自马来西亚生出来女大生洪天喜死伫厝内。原来嫌犯是一名30岁陈姓男子。13号中午，他从士林这一栋公寓离开，马上返回家中轻生。送医清醒后，这才坦诚自己杀了人。这是两个人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查某人甲原警讲，家己熟识女方一礼拜，到底敢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？警方也要调查。女大生的前男朋友知影消息嘛，赶来现场关心。不知道他有现任男朋友啊，10月初还有过来这边陪他。 对，那知道他压力很大。前一天也有联络过工刷过身，前男朋友唔敢相信。当然，伫马来西亚的亲人收到消息嘛真意外，因为生出来女大生敢若剩2门课爱收，原本按算3个月了后就会当转去，即马煞死伫异乡。已经通知了他家属啊，因为他们的这个护照啊已经过期啊，所以就是需要再补办一些手续啊。他的人缘都很好啊，跟大家相处啊也都是非常好。 弟弟哈，目前毕业以后啊，海青班毕业以后，他就已经回到马来西亚。案情现光，嫌犯的身份马上找到。警方调查姓陈的查甫人伫南投出事，家己来到台北，第一时间伫伊的身上抄到3支手机啊。因为嫌犯目前也未清楚，警方嘛也未做笔录。不过到底是啥物原因，互伊杀人，要来等警方调查清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